家不要讲，会让他们没有分数，拜托。开始。去7买物件会有啥物？点件。唔是啊。几点？唔是啊。就谢礼。统一发票。爸爸会买物件。会温柔。买汽车买楼，我做贵啊。总会有2亿。彩券。唔是啊，迄叫啥？什么种的？细公告歹是啥？最大。嘿，大什么物件？大什么物件？就爸爸会买啊，种的大丢一堆钱，大乐透。凉鞋。不是，有互你变悬的物件。变悬的高跟鞋。不行，有高。高了。对。炸的。薯条鸡块。咸酥鸡。哇，你早餐吃好好哦。早餐的三明治。2个字。蛋饼。淡水阿嬷会食的，每一届游玩用去食。火锅。好强哦！嘿，We are family。便利商店全家。不是啊，中国信托。再换嘛。哦，你啥物袂当开车？啉酒袂使开车，酒。啊，有一个阮遮产的酒。阮遮产的酒。高粱酒。四个字哦。什么酒？我可能袂爱啉迄个李大人就爱啉。李大人就爱啉，我才不知道。李